今日會同大家講拼貼技巧同埋注意事項嘅。拼貼嘅題材其實係無限嘅即係無論風景啊、動物啊、靜物啊、花卉啊、旅遊嘅遊記啊，各樣都可以適合可以做拼貼嘅。咁咧就喺選址方面，譬如有啲線條黑白，咁我咪做隻斑馬咯，咁樣咁喺用顏色方面咧，其實要注意嗰個色彩嘅對比現象嘅，即係話喺白底定係黑底咧，會完全影響咗嗰張顏色紙出嚟嘅效果嘅。你會見到即係唔同嘅色底紙咧，就會影響咗顏色嘅。咁呢個都係好特別嘅地方。啲紙咧，其實除咗面頭正面之外咧，反轉亦都用得嘅，都係一個淡色嚟嘅。咁搣咗佢就會有啲邊緣啊，有啲好似雲層咁樣。譬如我而家剪一個窿出嚟咧，佢就會成為咗一個即係反出嚟嘅效果，就係一個白雲喺度啦。咁但係白色嘅地方咧，可能你又需要再托一個底可能係即係將個白色地方咧用個藍底就托翻去，咁就成為一個天空啦。咁啲層次方面咧，多數我哋就會連咗底個層先，即係話做晒個所謂個 ground， 做晒個底先。咁啲主體嘅圖案咧，或者啲花卉啊、前景嗰啲咧，就最後先黐落去即係全部要講個步驟。因為如果唔係咧，你黐咗嗰個面頭嗰陣，原來個底未塗上去嘅，咁你又要搣過去，又要再從頭嚟過所以個步驟咧，多數係由遠景天空海面咁然後先至最深尾咧先做前景嘅譬如你黐咗前景喺度，咁你又要搣翻佢就做唔到噶啦咁好多時我哋或者薄地塗一啲膠先，就唔好話一早就黐到好實咁你喺修正嘅時候咧都方便。咁你留意我剪嗰啲圖形嘅時候咧，唔係一定要剪到話好貼實嘅，因為反正我哋都唔係話要好寫實，都係利用咗啲現成物咁所以譬如話呢一幅之前示範嘅一幅作品咧，咁我就做咗天空先嘅，然後先做啲雲層跟住做海面山咁最前面嗰棵樹咧係最後先塗上去嘅咁啲細節咧亦都係即係有咗海面咁你咪加啲船仔或者係加啲花卉咁就越多圖案越多花紋嘅紙咧，通常我哋就做前景咁前面嘅嘢，譬如一間屋咁樣，咁你揾到一啲顏色比較多彩啲嘅，咁就適合做前面嘅，就唔好擺喺後景嗰度。咁剪裁之後咧，你就拼上去睇下先即係你唔需要話一剪就即刻黐咗佢嘅你見到我剪咗個窿變咗個窗，咁可能係適合 size 又大啲，適合做前景嘅。香港藝術中心迷你兵團集結號拼貼藝術比賽2025，而家已經接受報名啦，期待你哋精彩嘅作品，下集見。